欢迎收看《可以言到星球》，在 Podcast 以及 YouTube 上面呢，都可以收看我们这个有关于台湾篮球所有可以访谈性故事的一个节目。那今天呢，非常的幸运，可以继续的跟我们长期的好朋友，以及呢，在台湾篮球里面呢，可以算是不管是学术，或者是呢，在教练或在转播上面呢，都是一等一的好手。贾凡，贾教练，嗨，贾凡。嗨，各位观众朋友，Kenny，大家好。这个以前我们的访问都是在现场，所以现在我们要透过这种视讯的方式来访问，我有点不太习惯了。不过在最近的疫情，大家都平安，大家都平安。所以呢，我想可能很多球迷朋友们不知道啊，贾凡以前这个打球的时候，也是在篮球场上风靡非常多球迷，以及呢是从篮球名校南山出来的一个篮球选手。那只是呢，在打完高中篮球，去了大学，当时是去中兴大学嘛，对不对？农经系。对，那这个都是篮球体保生才会去的这系所嘛，对不对？那我当时呢，也是小白兔误入丛林，跑去了台中，然后呢，去看我当时的女朋友，就说：“啊，你可以跟我的同学打一些篮球3对3比赛吗？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事情吗？”我忘记了。你的同学们呢？有打架吗？你的同学对我特别招待啊！哇，真的？你忘记了吗？我真的忘记这一段，我真的忘记这一段。不过那场比赛我记得不好意思，因为我转身的时候拐子太大，应该把你们一个同学的鼻子打流血了。结果后来就这样子，我就觉得应该要停止这个血淋淋的比赛。不过这个就是我第一次认识贾凡贾教练的时候，就是在中兴大学。那当时打完篮球以后，决定不继续当一个篮球选手，而走上执教这条路，我相信应该是非常难以做抉择的一个决定嘛。的确，那我是中兴大学毕业之后，在中兴大学3年级的时候，那时候红国有用 CBA 的红国队有用指名选秀权选到我。那但是因为我碍于大学的学业还没有完成，我就继续留在中兴大学。那事实上那时候也有打社会甲组，那时候其实台湾的篮球也算篮球盛世哦。CBA 那时候有6个队，然后我打的那个所谓的社会甲组，其实那时候叫做超级篮球联赛，也是 SBL 的这个超级篮球联赛，但是没有 SBL 这3个字啦。那超级篮球联赛它基本上有12个队，我记得就是包含有一些大学队，然后它很特别，它是有每一个队可以选2个洋将，那是篮协去国外找了20个还是24个，反正从弱的队开始选，先选洋将。所以那时候除了 CBA 6个队主客场打得如火如荼，那我们那时候是在台北的白馆，然后也是一样，在这个所谓的超级篮球联盟的联赛里面，有10到12个队，那时候有很多有大学、辅大、文化都有组嘛，然后什么优宏工业、台湾啤酒、公卖金融、台湾银行。那我那时候打的是中部的一个叫汉记建设，那时候打得也很激烈。那尔后当然我也去加入到飞陀男篮，也就是打社会甲组。那时候的球迷，不管是 CBA 时代的6个队的对战组合，或者是像我们那时候飞陀队，我记得我那时候冠军赛也在台北的白馆，那时候现在已经拆掉了，基本上冠军赛也都是客场，就是很多球迷会来看。刚好我那时候的队友就是陈建州，他是我们的主力冲锋黑人陈建州执行长。那我们等于1里1外，那搭配其他还有非常多那时候的那个 CBA 时代的刚好在服役的选手刚好在我们这个飞陀队，然后我们那时候也获得了社会甲组联赛的冠军。那当然，我跟陈建州执行长那时候在准备退役之前，我们都有非常多的职业球队来跟我们谈，就是后续进入到职业球队 CBA。本来想说已经可以跟你同场较劲的前半年吧，我才半年 ，CBA 突然没了。对，那当然它有很多原因啦，可能电视转播的问题，然后一些银行的一些金流的问题等等非常可惜，那时候职篮真的非常热那一夕之间，哇，猪羊变色。我记得我那时候大概有半年是退伍之后是没有工作，本来想说已经要去职篮报道，陈建州执行长也是一样，他就跑去新加坡打球，就是等于是就被人当佣兵一样，然后后来去新加坡比赛的时候韧带还断掉嘛，然后我们就变成他就往演艺圈发展，
那我那时候就是职篮结束之后，因为我刚好也受伤了，然后对本来是公卖金融，就现在的台湾啤酒跟台湾银行有邀请我去测试，那也开了很好的条件给我，但我那时候膝盖真的已经负荷不了，就是那时候的那个髌骨肌腱炎有点太严重，然后需要对一些时间恢复。那刚好那时候母校南山高中有需要助理教练，好，那我是就过去协助以前我的教练黄明坤教练，担任助理教练，那而后就成为南山的总教练。所以这一是，段是因为其实不得已去当教练的，因为当初还是想要打球啊。对，所以受伤让你变成了篮球队的教练，而不是在篮球场上继续竞争。因为你如果要打 CBA 的话，我相信你一定先把我击垮，然后把许小姐给抢走。我觉得没有办法，你那么强壮，对我顶多把你守住，应该没有办法击垮。那许小姐的魅力不够。不过不重要，因为呢，到了南山了以后，培养出非常多的篮球好手。那有很多现在的子弟兵呢，都在职业篮球里面打拼。当时从球员一下子要转换自己的心态，变成去带你的后辈、你的学生们去打篮球，你当时的理念是什么？我觉得我很幸运的，就是我进到南山，第一个是我们南山也有非常好的传统，有这对，个譬如老教练说扫郭把，老师，哦，那个是后半段，前面还不敢，我前面进去是跟着我们的郭老师嘛，就是老教练郭老师郭辉老师，然后他的学生黄明坤是我的以前的高中的教练，所以我是等于是第三代的弟子。好，那再来就是杨一峰教练接我的后面的棒子，然后再来就是许时清等于是我刚进到南山的，那时候他2年级，我刚进南对山的时候，当总教练的第一批球员其实是工程师的总教练林冠伦啊，就冠啊，伦、杨敬敏，对，他们是我进去的，算是第一批，他们那时候高三。好，那但我是啊，衔接，就是黄明坤教练他们那时候带了2年之后，林冠伦升到3年级，我那时候第1年当总教练，然后我是一个菜对鸟教练，他们是一群非常优秀的亚青球员，那时候带他们真对，的很吃力，因为扫把哪敢拿出来，每天都是拿胡萝卜出来喂他们，好不好？棒子跟胡萝卜只敢拿胡萝卜出来，绝对不敢拿对啊，扫把，那些小朋友太难搞了，对不对？还有很成熟。打练球，手指头会被洗衣机弄断的，对不对？他们非常成熟哦，那时候有冠伦嘛，哦，现在台面上还有杨敬，阿米也是那时候的球员，杨敬。是，那当然那时候我可以给予的就是我当选手时代训练的一些好的内容啊，然后比较属于对个人的东西，然后一直去琢磨他们个人的基本的能力，但是在团队啊小组3人以上到5个人这一块的整个系统战术系统，我真的比较弱，因为我是球员转教练。然对后隔年的当下的2年级的就是许时清、陈子威，现在一个在正大，一个在南山高中继续执教。那再往下就是你们工程师的助理教练沈星汉，熊啊，哥，对，所以其实现在都在台面上面都担任非常重要的这个教职的角色哦，都对是我那时候当进去。那时候年纪跟他们真的相差也不多了，我那时候26岁回去25、26，他们也大概16、17、18了，大概就嗯，差个大概不到10岁哦，8岁到10岁而已。所以对，我是以学长的身份回去带领他们，然后给他们一些就是我以前学习到在社会球队学习到一些好的训练内容，分享给他们。的确啊，因为当时可能从学生直接变成教练，那从教练呢，后来又变成了教授，然后呢，现在又在转播篮球，所以各个角色的扮演，可能对于你过去的爱徒，可能都心里会要做一些转换。那在转播比赛的时候，碰到你以前的学生打得好或不好的时候，你会怎么去看待，或给他们什么建议？我基本上应该是嗯，因为维持这个转播的中立啦，就是说，例如说转播到南山的比赛，那南山的比赛他可能跟其他队在对打，我反而会对于南山的这个球队做比较苛刻的要求或者是评论，就是我讲好的比例反而相对少，然后跟我讲一些个性很像。比较
不中听的话的比例反而高一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必须要讲说他们的缺点，让他们能对，够改进或者是能够变得更好，而不是一是。直讲一些说哇他们什么地方做得很好或干嘛，就是我觉得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对对，所以这个角色的扮演，慢慢的要转换，变成在 T1 要帮他们组织跟建立一下球队或者联盟里面的规范或规则，章程这样子的东西。那会不会在 T1 的未来的发展里面，球员的角色的扮演，跟你现在在做这个职位，会跟别的联盟或者是什么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吗？我没有要跟任何联盟比较，我单纯就是因为我经历过了高中联赛的教练，然后 UBA 的教练，然后 是，SBL 的教练，那也参与过各个赛会的球评工作。那我对，在每一个阶段，我都有跟赛会的这个主办者去讨论到赛制，怎么样能够让赛会变得更棒的一些议题。那点点嗯哼，滴滴现在刚好都存在我的心中，跟我的这个脑袋里面。那我知道很多很棒的事情啊，例如说像台湾，它可能没有所谓的薪资上下限，目前建构的那么清楚。但是像对，当初 HBL 它有个很棒的条款，就是它每一年注册只能注册12名球员。那嗯哼，它的用意，它从18降到16，降到14，降到12，它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个联盟不要有超级强队，你把所有的好手都收在一个队，那这个人数限制就好像是薪资总额限制一样。所以 对，HBO 我们现在看到它的这个赛会的紧张程度，你永远不知道这一年哪一队会拿冠军，你永远不对，知道这一场球比赛的结果。那因为运动赛会经济效益的极大化，建立在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那我觉得 HBO 做到了。那以这个东西当做我根本的思想，就是像我们看到 NBA，它有薪资总额、薪资上下限嘛，那有豪华税嘛，有选秀嘛，那这些对，因素都是希望最后比赛结果不要还没打就先知道谁是总冠军，或者是谁一定会赢谁。那这个东西就是深深的埋在我的这个心中。我知道 HBO 他做了哪些事情，那 UBA 这几年也做得非常棒。那 对，SBL 在前几年，当然他很多球星旅外，那他可能是受限于薪资上限，因为他薪资上限在选秀选进去，他必须要绑约绑3年，然后薪资嗯，上限不是上限了，他薪资他只给你保障6万块，他可以不用给你超过6万块，所以遏制了这个努力的球员他的训练动机，所以他在台湾他不想待，他想要旅是，外，所以因为这些的背景因素，我看到了有很好的HBO 很棒，然后 SBL 最后怎么往下掉，那纯粹都是跟赛会的主办者去建立制度有绝对的关系，就是这个赛会要好，它在整个竞赛的章程里面必须要有某些因素摄入。那我刚才前面讲了，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是我的第一个要件，就是我希望我们这个联盟各队的实力能够平衡。再来嗯哼，增加运动员，就是我们的篮球员的训练动机，他看得到更好的未来，他想要对这个未来努力，包括教练也是一样。是，所以我这样子看到这些作为啊，到现在从你从当球员变成教练、教授、球评，在每一个阶层的篮球当这个总教练的职位啊，对于可能赛事跟赛制的走向，跟你未来希望可以给球员什么样子的一个未来，都有一定的想法。所以呢，在这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说也许在你过去当了这么多年的教练以来，你有没有带过什么很特别的球员，让你印象深刻的，让你觉得哇，这个球员真的在某方面是一个奇葩，或者是有些特别的特异功能吗？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我当然第一印象就是刘真了。啊，那刘真他很特别，他是从高中乙级的球队，然后那时候我正在带明道大学。那事实上，明道大学那时候我有非常棒的这个南山跟三米加上冠亚军球队当基础的班底。那嗯哼，包括那时候第一批进来的吴敏贤，然后刘伟成、陈柏廷。那第二批进来的那一批，等于是南山2连霸球队，彭俊彦，然后现在的赖国伟，都还在台面上，林立人，那再来就是三明那边的赖国礼，
现在在梦想家当助理教练。那后来我收了非常多的甲组球员，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他们到了大学，因为他们在高中联赛光环都是1万人以上的这个赛会的这个比赛场地，就是到了大学 ，UBA 那时候并不是像 HBL 这么热，它的冠军赛只能设定在台北的红馆，结果观众的人数是低于 HBL 非常多的。然后我也觉得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动机比较下降，所以那时候我就动脑筋想说，我去找一些乙组球队的球员，然后那时候的高中体总的谢志成，他是那时候的赛务长，他就跟我分享说，他看到2个很棒的球员，一个是刘铮，一个是周伯勋。那我就跑去刘铮的学校，桃园的新兴高中，找到了他们教练施敏教练，他是我以前打球的同梯的女子篮球员啊。然后就邀请刘铮来我们球队，当然那时候也受到一些阻碍。那时候刘铮的家人认为打篮球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发展，希望他去念军校。然后我跟他们家讲说，给我1年的机会，我让他先来我这边训练。如果真的这1年达不到你们的预期，就是在篮球场上没有好的发展，再让他去念军校，至少让他不要有遗憾。是很令人吃惊的是，他在乙组球队是打中锋。来到我们这边，花了2年的时间转成得分后卫，2年就选到了这个大专明星队，等于就是光华队。而后大家就知道他的发展。大2结束，大3就去选秀，然后被那个金9选到选秀状元，然后一路后来经过严家华总教练的栽培，到了中国大陆的广厦，一路到现在的上海。那我觉得他的例子让我感觉到就是说，英雄不怕出身低啊，虽然他高中是乙级的。但他有非常强烈的训练动机，我觉得这个是运动员一定要坚持的内在动机，不要看外在的环境。那造就了这一名球员，最后能够在 CBA 签上了这个台湾应该史上最大的合约，这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球员啊。所以慧眼当然要是英雄啊。那不过呢，贾凡教练，我相信国内的篮球的环境啊，可能不只是发掘好的篮球选手，而是呢，我们现在这个年龄也是要开始付出的更多，帮他们创造一个更好篮球的环境。不管是在球队的队伍，可以给他们更好的生活的空间，给他们更专业的练习，或提供更高的薪资，让这些人才不要外流到对岸去。那更重要，在联盟，不管是你在霹雳或在 T1 联盟，都必须要更这个健全的制度，让竞争的比赛呢成为一个公平化，而且可以提升每个选手在薪资上面的条件，或者是跟球团谈判合作的条件上面有所提升。身为一个资方这样讲好像有点怪怪的。不过我相信台湾的篮球在未来有更多的资源的投入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越来越好。我们不应该分敌我，也不应该分谁跟谁，而是呢一起为这个篮球的环境来打拼。今天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我们也许下一次有更多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篮球，好不好？那谢谢大家收看呢，Kenny 闹星球，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